今日係12月24號平安夜，我哋嚟到北海道札幌。啱啱喺機場攞咗車之後啦，我哋就直接揸車過嚟札幌嘅市區，打算去酒店擺低行李，再出去食晚餐。今次嘅租車公司啦，我哋都係揀咗 Toyota 公司，同埋今次架車呢，我哋都會加上雪鏈嘅，因為呢個時候啦都會遇上落雪嘅天氣。擺低行李之後，我哋就步行嚟到李小路嘅一間日本餐廳。咁今晚我哋係食 omakase。呢間餐廳呢嘅用餐時間呢就分2個時段嘅。咁我哋呢就 book 咗8.3。咁呢間餐廳啦都唔係好大嘅，只有一個壽司師傅嘅啫。咁除咗有本地客之外啦，都見到有嚟自香港、台灣同埋西方國家嘅遊客。成間餐廳嘅氛圍啦都非常之好，因為師傅都會同所有嘅食客用有限嘅英文去溝通，仲會非常之幽默同我哋開玩笑。呢個我最中意食嘅白子啦，佢就用咗本地嘅洋葱同埋芹菜絲，用高湯去煮出嚟，非常之清甜好食。呢個魚子海膽鮑魚嘅醬汁啦，非常之特別，佢係用咗白粟米啦去調製而成嘅，整體所有嘢一齊食嘅感覺啦都非常之夾，味道非常之好。整體餐廳嘅氛圍啦都非常之良好，唔會覺得好拘束。師傅仲會用佢有限嘅英文啦同大家去傾偈互動，對遊客非常之友善。見到隔離台嗌咗呢支 sake 幾特別，係北海道本地產嘅 sake， 味道有啲似非常之濃烈嘅 Magori。呢個係日本年糕夾住烏魚子，烤過嘅年糕啦，加埋呢個烏魚子嘅口感啦，非常之煙韌好食。今晚食咗一個人18,000 yen， 整體嚟講，我覺得性價比都唔錯，同埋佢嘅食材啦都同我嘅口味好夾，今晚都食得幾開心，下次會再嚟。第2日我哋食完早餐之後啦，就揸咗2個鐘頭嘅車去到富良野。我哋嚟到新富良野嘅王子飯店，呢度係一個綜合嘅度假村。如果想滑雪嘅話啦，都可以過嚟呢度，因為佢哋都有個好大嘅滑雪場，總共有28條嘅雪道，無論新手定係專業都可以過嚟呢度滑雪。比起二世谷嘅雪場啦，我覺得呢度反而冇咁多人，所以如果喺呢度滑雪啦，都唔使咁逼，同埋唔使等咁耐。我哋依家呢就嚟到新富良野嘅王子大飯店嘅12樓。呢間係一間日式料理嘅餐廳，咁裏邊呢就會有唔同嘅 lunch set 可以揀嘅。我哋揀咗一個三文魚忌廉意粉，咁意粉嘅質感呢都唔會太硬，唔會太腍，味道非常之好。因為天氣都非常之凍，所以我哋嗌咗一個忌廉海鮮湯，可以暖下個胃，個人都舒服啲。我哋仲嗌咗一個漢堡扒，咁個肉質啦都非常之 juicy， 配埋佢俾嘅醬汁啦，個配搭都幾好食。另外佢都會配埋一份白飯嘅。終於嚟到今日富良野嘅重頭戲，就係呢一個精靈露台。呢度好似一個童話世界嘅工藝村，裏邊有15棟嘅小木屋散佈喺森林之間。透過木製嘅步道啦，去連接每一間小木屋，營造出一種溫馨夢幻嘅森林景致。每間小木屋展示嘅手工藝品都唔同，包括有銀色、木工同埋皮革嘅製品。喺森林蠟燭屋啦，可以見到由木材雕刻而成嘅木工蠟燭。
另外有一間雪枝結晶嘅工房啦，就可以揾到一啲好精緻嘅純銀雪花吊飾。呢一啲咁有特色嘅作品啦，只有喺呢一度先可以揾到。等到傍晚點咗燈之後，呢度童話世界嘅氛圍就會變得之更加強烈。我哋依家就行入去森林最裏邊，去揾一間森林入邊嘅咖啡店，叫做心之市計。呢間咖啡店呢，就唔可以預先訂位嘅，要一早過嚟呢一度排隊等。咁我哋呢，就等咗大概20分鐘啦，就到我哋。咁我哋呢，就坐喺吧台嘅位置。我哋嗌咗杯Signature嘅手沖咖啡。咁佢呢嘅咖啡豆呢，就要自己用手磨嘅。一路磨咖啡，一路聞住強烈嘅咖啡香氣啦，都係一種好好嘅享受。呢度仲係日劇嘅溫柔時刻嘅取景地。喺咖啡店裏邊睇住水蒸氣夾雜住咖啡嘅香氣，喺空間慢慢散開，整個氛圍都非常之治癒。蛋糕嘅味道啦，都比想象中好食，味道唔會好甜，配搭埋個咖啡啦，非常之完美。呢間咖啡店嘅氛圍非常之舒服，每一個角落啦都可以望到出邊嘅雪景，仲會見到小松鼠。飲完咖啡之後啦，太陽都落山啦，咁我哋就行返去滑雪場側邊嘅寬航村。咁呢個地方呢，就係一個聖誕限定嘅地方，你會見到森林啦，佈滿彩色嘅燈光，同埋有雪同埋冰啦去組成嘅一啲冰屋嘅。咁呢度呢，就可以俾大家可以喺度打下卡、影下相。小朋友最開心呢，就玩呢個雪上甜甜圈，坐喺個水泡上面啦，滑落嚟啦，個個都覺得好刺激，好好玩。玩完之後啦，仲有成個幾鐘先到我哋喺酒店食自助晚餐嘅時間，所以我哋就決定去酒店出名嘅紫彩奶湯度浸溫泉。咁非酒店住客啦，一位係1700 yen 入場，裏面除咗有溫泉之外啦，仲會有桑拿。如果唔想浸溫泉啦，裏邊都會有按摩椅啦，可以休息嘅。我哋依家由富良野出發，一路向北前往阿寒湖，需要4個鐘頭嘅車程。沿路嘅風景都好靚，好彩嘅話仲見到有唔少嘅鹿。嚟到阿寒湖之後啦，我哋直接去咗幸運之心商店街度停低咗架車。呢度見到有唔少嘅鋪頭、餐廳同埋酒店，但係可能咁啱撞上聖誕節，同埋可能呢個時候唔係呢個地方最旺嘅旅遊季節，所以有啲餐廳啦、鋪頭啦都冇開嘅，同埋見到街上面啦，其實都唔係好多人。本身成條街都冇咩人氣，但係一見到呢一個北極熊，即刻內心都充滿唔少嘅歡樂同埋溫暖。揸咗4個鐘頭車之後，真係又凍又肚餓，我哋就揾咗間咖啡食嘢，嗌咗個拿破崙嘅意粉同埋咖喱豬扒飯。老闆非常之友善，上餐嘅速度都非常之快。之後我哋就嚟到阿寒湖住嘅酒店啦，呢間係一間溫泉旅館。咁一入嚟房間呢，就會有一個玄關位。咁我哋係 book 咗一個雙床嘅西式嘅房間嘅類型。咁其實呢個實際上呢係一個3人房嚟嘅。咁中間有一個好大嘅空位啦，可以喺度躺平喺度休息。呢度仲有一個好大嘅梳化位置同埋電視機。呢間房間呢係面朝河景嘅，河景房呢就會比一般向森林嘅房間貴啲。點解我哋會揀呢一間酒店呢？其實我哋一直啦都同緊另外一間 La Vista 喺度比較嘅。呢間酒店嘅特別之處呢，就係可以喺你嘅房間出邊啦見到有鹿，大家見唔見到呢？
呢一間向河嘅酒店房啦，包早餐同埋晚餐，咁兩位嘅價錢啦，total 係要超過3000蚊港幣。同埋呢一間呢，係一間自帶溫泉嘅房間啦，係有一個木嘅浴缸可以浸浴嘅。成間房啦，我哋最中意嘅位置就係呢一個位，可以靜靜地啦喺度欣賞出邊嘅雪景同埋河景。今次啦，想同大家推介我嘅旅遊三寶，有啲乜嘢我去旅行一定會帶嘅呢？包括呢一個腿部按摩儀。咁其實咧，佢咧雖然睇落去個面積好似都有啲大，但係其實佢非常之輕巧，同埋佢充電啦，只需要攜帶一條 USB 線，所以非常之方便。佢有3個力度同埋3個溫度可以調校，非常之適合坐完飛機啦，或者行咗成日街，腳部啦都會變得非常之腫或者會酸痛，咁就可以用呢一部機啦去舒緩腳嘅酸痛，令到隻腳啦第2日都唔會太腫。第二樣呢，就係呢一個面部嘅按摩棒，咁其實我都會用埋佢嚟按小腿嘅。呢個刮痧棒呢，係我用過幾款當中，我覺得係最啱我嘅面型嘅。同埋你見到手握嗰個位置啦，佢會做得比較闊身啲，去令到你啦容易啲可以握住呢一個刮痧棒去做按摩嘅。因為我發現坐完飛機啦，或者夜瞓，或者食咗一啲嘢啦，令到第2日塊面其實都會比較腫，咁所以呢，我覺得刮痧棒啦都非常之重要噶。因為呢，有時候你按到譬如面上面法令紋上面呢啲蘋果肌嘅位置啦，都會有一啲酸痛嘅感覺，咁只要啦你刮開佢啦，成個人啦都會舒服啲，同埋影相都冇咁腫。呢個係我去旅行會帶嘅指甲鉗啦，咁呢個應該係世界上最薄嘅指甲鉗，但係佢非常之鋒利，但係佢剪指甲嘅時候啦，唔會發出好大嘅剪指甲嘅聲嘅，因為有時候啦最怕最尷尬嘅時候咧就係發出一啲好大聲嘅剪指甲嘅聲，特別係去旅行嘅時候買咗啲新衫想即刻着，都可以用呢一個指甲鉗啦去剪開啲衫牌。最後介紹啦，就係呢一個燒線香嘅盒。咁呢一個鐵架咧係一個防火嘅鐵架嚟嘅，咁所以都係非常之安全，唔需要擔心。因為有時候啦，去到一啲陌生嘅酒店瞓覺啦，有時候都瞓唔好嘅。咁有時呢啲線香嘅香氣咧，就可以幫我放鬆同埋助我入眠。夜晚食完飯浸完溫泉之後，我哋嚟到大堂呢個位置，呢度有個露台可以出去靜靜地聽住河流嘅聲音，欣賞雪景。一瞓醒啦，就可以睇到出邊一個咁靚嘅雪景。我哋咁啱係頭一批嘅客人啦，去到餐廳去食我哋嘅早餐，所以啦可以揀呢個窗邊嘅位置，望住出邊嘅雪景同埋河景，去食我哋嘅早餐。咁個早餐啦，都唔係話非常之特別，主要係有烤魚、豆腐、蛋、豬肉、麵豉湯同埋 yogurt。一返到房之後呢，就見到我哋嘅房間出邊呢，又有幾隻鹿喺度。呢個河景呢，真係令人感到非常之舒服，真係可以坐喺度望住呢個景色一日。離開亞航湖之前呢，我哋就去返溫泉街呢邊嘅湖邊，可以睇到成個亞航湖同埋周邊嘅雪山景色。呢一個呢，就係洪亞航岳，佢嘅標高呢，大約1370公尺，佢係一座死火山，但係因為佢嘅形狀非常之有氣勢，被譽為係男性嘅山脈。最後一晚喺札幌，我哋都係揀咗嚟食 omakase， 又係我最中意食嘅白子，用高湯去烹調，非常之鮮甜好食。整體餐廳嘅食材都唔錯。
呢間餐廳嘅師傅啦，對比起其他餐廳呢，稍為會比較冷漠嘅，因為可能佢嘅英文啦非常之有限，所以呢就唔會同遊客啦有過多嘅溝通。點解會咁樣講呢？就係聽到師傅啦同其他嘅本地食客介紹佢喺朝早喺市場拍賣嘅一啲非常之昂貴特別嘅食材。然後師傅呢就攞咗出嚟俾本地嘅客人啦去影相，同埋作一個詳細嘅介紹。其實其他嘅食客啦都對我哋非常之友善，因為佢見到我哋啦拎咗好多好專業嘅拍攝器材，咁都請師傅啦可以攞去我哋嗰邊俾我哋去影相。旁邊嘅食客仲讓出佢哋嘅位置，叫我哋行去佢個位度影相。但係師傅呢就講咗一句類似嘅意思，就係就算俾我哋去影，我哋都唔清楚係啲乜嘢。因為師傅咁樣嘅態度啦，就算佢嘅食物有幾好食，我下次都唔會再嚟。呢間餐廳嘅價錢啦，一位係23,000 yen。雖然佢嘅壽司味道都係非常之好食，但係整體嘅餐廳氛圍俾人感覺比較拘謹。真心推薦會揀返第一晚李小璐嗰間Omakase。下次如果再有試到一啲好食嘅Omakase，我會再推薦俾大家。